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。这个老爸看顾23年，将其尾后生也是离开了。新北市邦桥警察分局一个员警李进全，23年前互歹徒开枪断头壳，从此将做失物人。当年伊只25岁，伊的爸爸这23年来一直甲照顾，希望后生会当来精神，但是后生也是伫咧顶个月离开人世间。中秋节即天举行公祭，看这个警旗，警政署长陈家钦、嘉义县长甲嘉义市长拢有到场致意。站起！新北市警察局的副局长温基发率队替警员李进全看警旗，表扬伊伫咧警界的贡献。23年前，伊有歹徒开车冲撞，头部着枪。经过16届的手术，也是将做失物人。顶个月18号，因为器官衰竭离开了。我们曾经很不甘心，因为他很多梦想没有机会实现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让他当警察，因为警察是神圣的职业。中秋节即天，嘛是李进全的告别式，包括警政署长陈家钦、嘉义县长甲嘉义市长拢到场致意。1997年，李进全甲同仁骑乌托麦执勤，想要到变做歹徒的目标，先用抢来的客停车甲人弄倒在地，再搁抢枪。当时李进全是奋勇抵抗，结果根据离红断头壳，将做失物人。经过23档路，也是伫咧顶个月来过往。李进全的父母真悲伤，呼吁政府爱重视警察的安全。警政署长陈家钦讲，行政院已经编4亿的预算，加强员警的装备。眼泪都掉下来，已经拨了4亿多，今年会把相关训练还有网络安全的装备都会采购下来。员警追捕嫌犯发生交通事故，今年来发生未少件。警察权益关怀协会来提醒，应该加强基层员警的安全驾驶训练，避免不幸的代志一直来发生。